这是一批特殊的人群，粤剧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可以省吃俭用，可以废寝忘食，只是为了看一眼心中的偶像。我真的老迷，这个粉丝一直可以登到你家里。我把过去他通宵了，我看30遍，看30遍。当年一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真的让人终生难忘。2013年6月的一天，上海粤剧院为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，上演了压轴大戏《舞台姐妹情》。这台演出汇集了上海粤剧界老中青9代演员。那天，戏迷们从上海各个地方早早赶来，凌晨5点不到，逸夫舞台门口就排起了长队。开票不久，所有的戏票一售而空。空前的盛况，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50、60年代粤剧的鼎盛时期。一票难求到哪能样子？门口那个人是不得了，这个票子了，要买到1000多块张，只不过喊这个价钿，啥人要买1700块、1700块，没看见票子呀，对吧？搿说明啥？人家拿了票子了，都不肯放弃。有总有个人来，坐了直升飞机来，买了飞机票香港过来，有两个一下飞机上出来，就到剧场门口。那么剧场门口早了呢，伊拉侪买了汉堡包，侪蹲辣马路浪向吃汉堡包，要看戏啊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是粤剧的黄金时期，出现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粤剧精品，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《祥林嫂》等。1958年2月18日，粤剧《红楼梦》首演于上海共舞台和大舞台，连续1个多月的演出，几乎场场客满，不少市民举家观看。一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让人终生难忘。林妹妹，我来日了，大家会唱，只要搿一句，侬碰着侬红楼梦看过伐？看过啊，侬会唱，哪能不会唱？红楼梦林妹妹你来日了，那就是搿一句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我千呼万唤唤不归，上天下地难啊寻见，可叹我生不能临别，话几句死不能复也无你去擦过。这个就是伊个哭灵，整个场子里向侪是稀里湿落的卡眼泪。那个年代，《红楼梦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剧目还被拍成电影，使粤剧一下子风靡大江南北。《红楼梦》电影不是开始放了，哎哟，哪能觉得介好看、介好听啊？反正这《红楼梦》的电影是，我讲我不晓得看了多少场，可是我票子还排队买，放一场看一场，放一场看一场，到处去看。粤剧在中国是一个人缘甚广的剧种，它不仅深得南方人的喜爱，也赢得了北方人的青睐，因而在全国培育了成千上万的粤剧迷。这是上海的一个社区学校，如今这些上了年纪的粤剧迷，不管寒风酷暑，他们都会来这里学唱粤剧。从6岁一个小孩，现在看到我马上就要82岁了。粤剧呢，对我们上海人来说啊，还是情有独钟的。粤剧太美了，伊不但是人美、服装美、布景美、音乐美、唱腔美。陈兰大姐原来是位粤剧迷，
几十年离下来，早已成为越剧迷的老师了。不要侬要看旁边人，侬要正面可以回起来，搿能可以。自家面孔汤老害羞的难为情的，对吧？搿是一种。比方讲老激动的，哒他一回，老激动的，对吧？一种老柔和的，哒，要抱侬的一种感觉，对吧？也是种。只有呢是靠抛出去，不是靠挥出去，靠抛出去一动，落了手上，真好，对吧？好几种的，就各只动作是表示各个意思。越剧最初是浙江嵊县一带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，上世纪20年代称绍兴文戏。它吸收了京剧、绍剧的表演程式，向古装大戏发展。1925年9月，上海的演出广告中首次称为越剧。之后，一些有名的演员几乎都汇集于上海。这个发展是辣辣上海，也可以讲任何的集中，侬要成名，侬要发扬光大弘扬，必定要到上海。一到上海嘛，侬这个姑娘唱了好嘛，来了呀，对吧？看个人不得了。所以越剧有上海台上介许多观众啊，越剧是发展的快。刘敏是上海著名的评弹演员，小时候围着戏台边听戏，一个劲儿地往前挤，完全是因为好玩和好奇。上学以后，每当收音机里放越剧，他总会拿个小椅子坐下来听，渐渐的就迷上了越剧。后来我有个表阿姨啦，伊是辣这个龙门大学里向摆只堂歌台的，那么我就看戏了。因为个阿姨辣里向了看戏不要出钞票，叫看改笔戏。啥叫改笔戏嘛？改了墙头壁角落里看戏叫改笔戏。那么我这个人嘛，一听唱了，我转来就会唱，唱了还会得做。等了床浪向，侬皮头擦脱子，啊啦，这个皮面子盖了身浪向，是算行头的了。那么我就等了屋里向唱，所以呢，从小是欢喜这个越剧。过去，越剧剧目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，唱腔优美抒情，风格缠绵悱恻，倡导自由平等的爱情，这在当时很受女性观众的欢迎。因此，越剧迷也大都是女性。那个时光是越剧的粉丝是老疯狂啊，特别是粉丝女学生，我当是女的班的，是吧？一般其他的剧种都是男女合演了。阿拉越剧的特点就是女子越剧，有个班上去呢，因为人比较秀丽，是吧？那么也比较潇洒，是吧？那么各种公主哥儿啦，咱们是大家台高头这个同伙带两个人谈恋爱啦，啥么子啦啥，各种么子呢，现在是最要看。董志荣老人6岁开始跟着妈妈看越剧，上中学以后，为了看戏，他省下妈妈给他坐车和吃午饭的钱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。阿拉妈关照我，侬假使吃碗炒面，不要忘记哦，侬再喊只汤哦。所以同样侬买比较宝贝点的，但是我是搿能的。我早浪向我早点起来，我不乘车子，我跑到学堂里，葛么迭个车钿好省下来了。葛么吃中饭，我随便买点菜吃好了。我是搿能样子节约钞票，做啥呢？礼拜六、礼拜天看场休息。我真的老迷的。我记得辣这个我13、14岁的辰光，刚刚是辣小学要读书，要进中学，辣搿当中搿个一段辰光，免得哪能样子，免得来我妈有侬烧酒饼要敲过来，侬再去看戏，我勿拨侬转来，搿个还在坚持。日里向上课勿上，我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辣外滩搿搭，因为电台上一档节目嘛，搿点知名演员侪要上电台唱了呀。那么我就在辣门口等，不管侬今朝刮风落雪，交关小姑娘，我是算顶小了。等待拉唱好出来，当即拥上去签名。越剧就像有某种魔力，
深深地吸附着这些戏迷。当年的越剧迷也像如今流行歌曲的追星族，追逐着心中的偶像。这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呢？搿英国帮人家迷一生美美啦，这个朋友迷得来困3日天醒不着来，啥道理？要看啊！英国方唱美美，哎好呀，下头个彩声是不得了，我是只不过应该模仿了。好呀，迷得来这个朋友回转去头回了混了，好听呀！越剧个唱腔下去又蛮种，心情是蛮舒展的。相比京剧来讲，伊更加通俗易懂。阿拉搿南方的人听搿北方的本身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障碍，葛么越剧嘛更加接近阿拉南方的口音。还有越剧个打扮对伐？我觉着比其他的剧种比较时尚，里头色彩搭配。伊比较柔和，搿扮相多少漂亮啦！各人有各人的唱腔，侬像英派，伊就比较低沉，而且伊唱呢，就是讲下去稳。侬像殷桂芳老师，对伐？伊唱个《送我王子3年》，就别有一个。对，侬像殷老师唱个这个叫《宝玉哭灵》，这个人呢已经进入了感情里向了，戏里向去了。伊就是贾宝玉，伊就是辣辣哭里面呢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文艺界推陈出新，百花齐放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，上海越剧界开始走向全国。搿辰光勿是上海越剧团本来有几10只剧团，当时为了那个越剧的花都要杀遍全国嘛，一下子开头出去了几10只剧团了。1958年，尹桂芳的芳华剧团被派往福建，越剧迷们打听好了尹桂芳赴福建的火车时间后，自发地从各地赶来送行。阿拉就蹲辣月台浪向等尹桂芳，这个叫伊没来个辰光，阿拉交关人，我也硬劲赶上去哦，赶到火车上头就想问何里只是伊坐个位置，阿拉去看了看伊个车厢，反正种心情老难讲个啦，就恋恋不舍个心情，对伐？后来伊来了呢，人家多多少少人呢，搿是搿得来勿得了，大家侪保护伊，让伊上了车子以后，伊蹲辣窗口头搭人家打招呼。这是1955年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片段，他曾经感动过无数红尘中的痴情儿女。搿部彩色电影啊，等到一出来了，好又不得了，上海真的轰动到哪能？我背着书包去读书了，这个公交车浪向只听见了唱下边上风。梁山伯谁会得唱？公园里向两个老头老太，有趟子一个苏北老太，辣辣复兴可以唱小白唱了风，梁山伯。爷辣辣唱搿么子，老到70岁，小到几岁7、8岁，谁会得唱梁山伯祝英台？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可以说是越剧舞台上演出历史最悠久的骨子老戏，从落地唱书到女子越剧，经过几代艺术家的舞台实践，已成为越剧小生旦角演员必修的看家戏。这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受到全中国民众的喜爱。那个年代，上海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到处都有人在唱梁祝，工厂机关的广播喇叭里放的也是梁祝。马路浪向每家店侪辣辣放，总归是放种广播的呀。我脑子里就是梁山伯祝英台，我搿辰光里向的所有的词儿侪背得出来。刘台湾只要梁山伯打出来一唱，我就背得出所有词儿，包括花旦小生，我侪会得唱。这个辰光要熟悉得搿能，我屋里住辣海单过自家唱。等到
8点钟一上班了，一个高音喇叭就咣就开了，下班中一直要到5点钟下班。搿种方法是238祝英台，想想看，粤剧要狠得个能。如果说《梁祝》是一部通俗的民间悲剧，那么粤剧《西厢记》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歌剧，一部诗化的歌舞剧，其舞台布景和人物服饰清丽典雅，人物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风情万种，耐人品味。《西厢记》许多唱段都成为粤剧的经典唱段，令人百听不厌。西厢记不是到出国到苏联演出嘛？苏联演出的辰光嘛，一个画家副台会长讲，伊讲我最欢喜你们那个台上的小生。那么阿拉讲为什么？伊讲我脑子当中好像你们中国古代的那个书生。就是像你们台上那个这个8、9岁的小伙子，哪把孙子，他说好像穿得很风流，很潇洒。那么说明外国人也欢喜了，是吧？梁祝的辰光，伊这个服装呢，会有点比较传统的物事多，没有种一个新潮的物事。西厢记就不同了，我一看西厢记的服装呢，已经新颖了，但时代又走上一步了，哎。都是漂亮了，张生啊，这个外头的衣裳了，一套一套颜色衬得非常好，上头的绣花啊绣得恰到好处，而且这个唱腔呢也完美了。粤剧的不断创新，加上电影和电视、电台的广泛传播，使得喜欢粤剧的人越来越多，粤剧迷的队伍不断扩大。搿辰光已经讲究古今个了，音乐本身又是老好听个，对伐？唱腔又是各人的流派唱腔，又是老好老悦耳的，听上去这个老适意个。有当时回去唱勿唱，很觉得哎哟，搿唱腔就辣脑子腔头就勿断个就辣回忆哦，好像还是辣回想。有过一段辰光我生毛病，2只脚勿好走路，困辣床上就是抱牢收音机就听粤剧。电视老少假使有的转播粤剧，勿是家人家有电视机个。咁么有种人屋里向条件好，人搿个电视机呢搬出来点，就蹲辣伊拉屋里门口头。我假使碰着假使讲是粤剧个闲话，我全年饭也勿吃。那个年代，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还很单调。赵慧珍大姐记得那时自己的小孩只有1岁多，一次为了看粤剧，她连小孩也不管了。如今她讲起这事儿，仍然觉得很内疚。咁么搿辰光呢，最主要条件嘛勿是老好，电话咯各啥么侪没个。咁么小人嘛，因为夜里晚了嘛，做个吵要妈妈咯。咁么我们一直来了剧场里看。等到我散场以后呢，车子乘好回来，一下车站，搿小人呢就伊拉爸爸抱了海呢。搿辰光我一记头呢就是讲，觉着自家呢很歉意了，又觉着小人介小，侬自家小人勿管，为了粤剧。很多粤剧迷如今回忆起来，都把自己迷上粤剧归功于自己的母亲和外婆，因为孩子从小跟着这些老戏迷长大，对粤剧耳濡目染，也慢慢变成了小戏迷。觉着我蛮幸福的，像我搿能样子个同龄人，伊拉就问我看到交交关关的知名演员，因为哪能呢？我跟牢阿拉妈看到过小丹桂，对吧？看到过马章华，看到过姚水菊，搿些侪是非常知名的演员。侬像姚水菊搿个辰光辣辣上海皇后大戏院演出的《丽莎相思地》，伊唱了18个我为他，醉了不得了。张之倩说，自己的人生是和粤剧分不开的。她收藏着厚厚一叠自己看过的粤剧戏票，以及各种各样与粤剧有关的资料。有时出版社要照片，还要去找她。很多名家都给她签过名，她也一直保存着。尹桂芳老师辣群众剧场演出嘛，我不拉头嘛就蹲了群众剧场门口头去，后头还搿搭蹲了海。那么结果呢，一日子到了伊面有得交关人啦。伊拉讲今朝
英国坊会得来得早的，伊拉比阿拉小姐好叫灵通了。英国坊来了呀！哎哟，侬勿晓得哦，搿眼人像疯子一样，啪，全部奔过去。搿点迭个越剧名家啦，都非常客气的。侬去要了，我总归有一趟记得，英国坊牵得了手机头，讲我请进来，我这手机头啦还勿转在，那么下趟再来请啊，手机头牵得了抽筋。侬可想而知，搿个越剧迷要到搿能。结果英国坊嘛就打招呼了，一看介许多母子，伊讲，哎哟，介许多啊！伊讲对勿起，对勿起，伊讲我马上要演出要化妆了，伊讲来勿及，伊讲啊。葛么大家侪讲了，哎哟，侬帮忙，今朝随便要帮了去，阿拉等了侬多少辰光了？结果英国坊讲，葛么搿做介，伊讲啊，伊讲我拿进去，伊讲我化好妆以后等㑚去，伊讲但是伊讲㑚要等脱一些。可能我要到第一场演完以后再好等他拿出来，好吧？那么大家好开心了不得了。说起越剧，很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记忆，在越剧迷的心里，能让美妙的乐音陪伴自己，能和自己喜爱的越剧演员近距离接触，是无比开心的事儿。阿拉蹲辣后头拍手啊，哎哟，有这么拍手老啥？那么后头伊拉演员手里向碰了交关鲜花啊，也是老开心样子。那么到后头下再接伊拉就再朝前头一步，台口再拿个鲜花掼下来，哎巧了不得了，后头一趟子哎我正好接着一束鲜花，我觉着伊拿过对不啦？哎好像传到我手里了，我就觉着哎呀，真的心里想好像有回味的，就是讲搿样子，然后到里向一想了交关辰光。也是困觉，就是又会得想起个辰光才困着。这个粉丝一直可以登到你家里，晓得你在哪个房间，在哪个龙档门口，他半夜里在叫不是叫你许愿来啊，比方家宝牛嘛，他家宝牛，西厢记嘛，他们去张生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给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但是我不能开场看，我今天看了，明天不得了，后天不得了，那我天天好要开场看，我只好硬着心我不去理他们。好妹妹，在许多越剧迷的心中，越剧《红楼梦》几乎就是越剧的代名词。而1962年《红楼梦》拍成电影后，越剧观众更是遍布海内外。侬只要提到《红楼梦》搿只戏，我可以讲一句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。外国人晓得个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好看，伊拉也看过《红楼梦》。看了电影《红楼梦》里徐玉兰和王文娟所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，许多越剧迷都认为他们两人和角色已经融合为一体了。当时为看电影《红楼梦》，全国各地都出现观众通宵排队买票的独特风景。因为越剧是江南的文化传统物事呀，所以侪是江南比较多。但是《红楼梦》呢，全国的方便。看《红楼梦》的人不单单是我们上海啊，江南一带的人看《红楼梦》，外地人、北方人、山东人全部看《红楼梦》。有个小姑娘，她是山东人看这个绍兴戏，是吧？那么我反正我哪看《红楼梦》好看，《红楼梦》好看的不得了。我说侬看几遍？我看30遍，看30遍。对于越剧迷来说，越剧真是一个奇特的戏种，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愉悦，放不下的迷恋。每当唱腔一起，越剧迷们就仿佛在享受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。他们由喜欢到迷恋上瘾，一直到老，还是那么爱好，那么痴迷。